基本数字和位数名称。基本数字有a、o、不、bre、表、周、囧、一、九、估。位数名称有来、估、八、残、完、估完、八完、残完、乙。数字零读作零。多位数的简约读法几个基本规则：一、只有一这个数字的读音系着变调处理，其规则为：在多位数里包括两位数，一后不解读位名时，或者一是个个位数时，要变调读成二；若不省略一所在的位名，则不变调，仍然读成啊。二、个位名乃省略无需读出来。三、百位数及以上的读法。若第一个次级位上的数字为非零数字，且其他依次的次级位数均为零，则第一个次级位名可省略不读。四、多位数中万位以下的非零位数间的连数两位或三位个零，只需读一个零。五、数字一到数字九加估加二格式为固定读法，不论在多位数的前部或者中间或者末尾，估之后的一都要变调处理，读成二。数字11到19的简约读法：估啊、估估不、估bre、估表、估周、估囧、估一、估九，或者阿估啊、阿估阿估不、阿估bre、阿估表、阿估周、阿估囧、阿估一、阿估九。两位数的个位一的变调：估啊、阿估啊、二估啊、不估啊、bre估啊、表估啊、周估啊、囧估啊、一估啊、九估啊。多位数的个位一的变调：280啊、280啊、580啊、bre80啊、
表巴林阿，卓巴林阿，琼巴林阿，伊巴林阿，乔巴林阿，阿产林阿，欧产林阿，布产林阿，贝产林阿，表产林阿，卓产林阿，琼产林阿，伊产林